夜色深沉，月光溫柔。我是月下說書人。今晚我哋唔講帝王將相，唔講攻防權謀，只講一件俾正史刻意忽略嘅事。嗰啲年被送咗入軍營嘅女人，你可能喺歷史課本入面讀過無數次某將軍大破敵軍某戰役，谷敵數萬，但你哋有冇諗過喺嗰啲凱歌高奏嘅背後，仲有一群女人，佢哋冇名冇姓冇墓碑，連一句犧牲都配唔上。佢哋俾人叫做營妓、軍妓、隨營婦人，當成一件件安難工具，塞入軍隊嘅最深處。日頭洗衫煮飯配傷兵，夜晚俾人叫去慰勞嗰啱啱殺完人嘅士兵。冇人問過佢哋願唔願意，亦都冇人問過佢哋痛唔痛。今日嘅故事就由甘肅軍營入面一個腳踭上重留低鐵環嘅後生女仔講起。一陳七第一次見到佢嗰年冬天嚟得特別早，黃土高原上嘅風賺住沙粒，由營帳罅隙種入嚟，吹到燈火忽明忽滅。軍營沿住河谷展開，最前面係張令嘅大帳，中間堆住糧草，最後面係一排唔起眼嘅灰色帳篷。一頭嗰排帳篷附近只有女人洗衫燒水搬柴嘅身影。到咗夜晚，嗰度卻成為普通士兵既期待又唔敢公開談論嘅地方。陳七係個新兵，19歲，安西人，屋企窮到揭唔開鑊。俾女正寫上名冊嗰陣，阿媽只係叮囑咗佢一句：唔好跟住人哋做冷心事。入營第3日，陳七俾老兵帶去後營搬柴，兩個人喺路度行，忽然聽到一陣鐵器磨過石頭嘅聲。陳七龍頭一睇，聲響來自一個女人腳踭上嘅鐵環。4個女人正抬起裝滿濕衫嘅木盤，由河邊行返嚟。行最後嗰個好後生，身形單薄，右腳腳踭扣住一個鐵環，鐵鏈雖然已經除咗，鐵環仲喺度。佢唔再真正限制佢嘅腳步，卻足夠令所有人知道呢個女人曾經試過走佬。跟住嘅管事拎起木棍敲咗一下盤旋，快啲行，天黑之前洗唔完。今晚個個唔使食飯。後生女仔俾聲嚇親，腳下一滑，木盤傾側，冰冷嘅水淋咗喺身上。隔籬嗰個想扶佢，俾管事瞥咗一眼，只好就繼續行。陳七企咗喺度，老兵推咗佢一下，睇咩？第一次見營入面嘅女人。陳七細聲問：佢哋係犯人咩？老兵四圍望咗望，壓低聲講：有啲係婦女，有啲係逃荒嗰陣俾人賣入嚟嘅，亦有犯官同罪兵嘅家眷入得嚟呢度。以前係咩人都唔重要啦。陳七又問：咁佢腳上點解重扣住鐵環？老兵笑咗一聲：佢走過佬，走唔出三里就俾人捉返嚟聽，講佢老豆本來開藥鋪，佢識認藥，傷兵營缺人先冇打死佢。講完，老兵催陳七繼續搬柴。4個女人由佢哋身邊經過嗰陣，後生嗰個抬起頭睇咗陳七一眼，佢面青青，嘴唇俾風吹到爆拆，眼神入面冇祈求，冇滲怒，只有一種過早耗盡嘅疲人。陳七後嚟喺戰場上見過好多就快死嘅人嘅眼神，但佢始終記得嗰一日，嗰個女人明明仲活生生，眼裏面已經冇咩生氣意。佢叫阿直，佢叫阿直。半年前佢仲係臨西一座小鎮藥鋪老闆個女，藥鋪唔大，門口掛住2寸曬乾嘅艾草。老頭認得啲常見藥材，平日幫人醫頭痛、風寒、刀傷。阿直由12、13歲開始幫手，認得止血嘅37，亦知道點樣用乾淨布條包等傷口。佢已經定咗親，對方係鎮上木匠嘅次子，兩家講好，等明年春天路好行就辦婚事。老侯仲喺後院收埋一話酒，話等個女出嫁嗰陣先開。酒未開戰火，先到咗一支打敗仗嘅部隊經過小鎮，搶走晒啲糧食。冇幾耐，另一支軍隊又嚟守，
話鎮民曾經接濟敵兵，百姓分唔清邊個係官軍，邊個係叛軍，淨係知道每換一批人，屋企就要俾人搜一次。嗰日下晝，鎮外響起槍聲，老頭將藥鋪門板閂埋，拉住阿直由後門走。佢哋想行小路去投靠親戚，啱啱行到一片枯樹林，就遇到幾個拎住刀嘅散兵。老侯跪低交出身上嘅銀兩，話個女已經定咗親，只求俾佢一條生路。帶頭嗰個接過銀兩，揭咗揭阿直隨身嘅細包，見到入面有幾包藥材，就問佢識唔識醫人。阿直唔敢答老頭，搶住話佢咩都唔識，只係幫手執藥啫。嗰個士兵笑咗，識醫傷仲好，軍中用得着。老頭巴上去抱住對方隻腳，俾人一腳踢開。阿直啱扎想翻轉頭，卻俾人由後面光住。佢最後見到着嘅係老口仆喺泥地上面，伸住手向佢爬。佢嗌咗一聲阿爸。樹林好大，冇人應佢。阿直先俾人帶入一間廢棄嘅糧倉，倉入面逼住20幾個女人，有人抱住細路，有人衫上面沾住血，仲有2個好細嘅女仔一直蜷縮喺牆角，冇人話俾佢哋知將會送去邊。隔一段時間就有人入嚟揀後生樣靚嘅帶去前面，會煮飯會斟水懂醫藥嘅另外登記，太老或者病得重嘅就趕去另一邊。嗰啲人後嚟去咗邊，阿直唔知道。輪到佢嗰陣，一個軍吏問佢叫咩名，阿直啱講出名，軍吏就喺冊上面寫咗一個更簡單嘅稱呼。阿芝唔係藥草嘅芝，而係芝麻嘅芝。阿直想糾正，隔籬嗰個用棍敲咗敲台角，名只係為咗點數，寫成咩都一樣。嗰一刻，阿直第一次意識到，一個人冇咗自由，往往係由冇咗命開始。許婆子嘅規矩，佢哋俾人送到軍營之後，掌管後營嘅許婆子企喺帳外，將規矩逐條講俾佢哋聽。日頭有差事唔准偷懶，冇批准唔准離開。後營軍官叫到邊個，邊個就過號。若果有人走佬，隔籬嗰啲一齊受罰。一個女人問：若果病咗呢？許婆子話：做得嘢就唔算病。另一個女人問：幾時可以返屋企？許婆子冇答，淨係叫佢哋將身上嘅首飾同勒銀交晒出嚟保管。阿直邊住一個銅錢唔肯交，嗰個銅錢唔值錢，邊緣已經磨平咗。係佢細個第一次幫老頭送藥，老頭長俾佢嘅管事伸手嚟搶。佢將銅錢含入口，木棍好快就落咗嚟。佢俾人打到趴低，仍然冇鬆口。最後許婆子喝停咗管事。佢踎低望住阿直話：想生還就唔好俾人知咩嘢對你最重要，只要人哋知道就可以攞嚟過住你。阿直慢慢擘開口，將沾住血嘅銅錢套入掌心。許婆子冇攞走，只係叫佢收好。阿直後嚟先知道，許婆子後生嗰陣都俾人送入過樂營，佢會彈琵琶，亦都有過自己嘅名。後嚟跟住軍隊去過好多地方，見過太多女人死喺途中。年紀大咗，佢唔再俾人安排去宴席上面，變咗管理後營嘅人。佢有鎖匙，亦都可以決定邊個今日少做啲嘢，但佢仍然唔可以離開。有人話佢已經熬成咗管事，日子好過後生女。但一個囚犯幫看守攞起鎖匙，唔代表嗰間監牢屬於佢。4日頭係藥婆，夜晚係阿直入營之後第一個差事，係喺傷兵帳煲水，帳入面瞓滿由前線抬翻嚟嘅士兵。有人膊頭中箭，有人隻腳俾火氣炸傷，仲有人傷口已經爛晒。隔幾步都聞到味，軍醫做唔切，見到阿直識認藥，就叫佢留低佢幫傷兵洗傷口，幫發高燒嘅人抹面，亦都幫就快死嘅人遞水。日頭喺呢度，佢間中仲可以忘記自己係俾人捉嚟嘅女人。
至少水滴到人哋嘴邊嗰陣，佢仍然知道自己做緊嘅事有意思。有一個好細個嘅士兵腹部受咗傷，一路講想返屋企。佢話屋企阿媽唔識字，唔知道佢係俾人徵走定係自己去投軍。若果佢死咗，希望有人話俾阿媽知佢冇做逃兵。阿直揾嚟文書，請佢代寫一封信。文書淨係寫咗一半，個後生仔就斷咗氣。文書放低支筆，人都死咗，唔使再寫啦。阿直卻將張紙推返過去，佢阿媽仲喺度。文書望咗佢好耐，最後都係寫完嗰封信。後嚟有冇送出軍營，冇人知道。但阿直記住咗後生仔嘅名，佢叫周滿聰。戰爭史入面唔會出現呢個名，史書只會寫某次交戰傷亡若干，一個若干就足以裝下好多人嘅一生。日頭嘅勞役雖然辛苦，但唔係阿直最驚嘅時候。佢驚天黑，每逢軍隊打咗勝仗或者發咗軍昂，後營就會比平日更忙。上級將令設宴，落營女子俾人叫去唱曲斟酒，冇被揀中嘅人亦都唔代表安全，佢哋可能會俾人交俾管事嘅小李，再由小李決定送去邊度。軍營入面嘅等級喺夜晚比日頭更加清楚。將領可以長期佔有一個女人，將佢留喺自己帳中。有功勸嘅人可以優先，普通士兵冇咁多機會，就將偶爾得到嘅接近當成上級俾佢哋嘅獎賞。從來冇人問過女人同唔同意，但酒飲完咗，人唔會。阿直第一次俾人叫走嗰陣，許婆子幫佢換咗一件稍為乾淨啲嘅衫，阿直冇屈。許婆子話唔好要我叫人入嚟拖你。阿直問若果我死呢？許婆子正幫佢梳頭，隻手停咗一下，死喺呢度唔會有人知，你老頭若果仲生還都只會一路等。呢句話比木棍更狠，阿直唔可以死，至少喺未親眼確認老頭生還之前，佢唔願意死。嗰一夜發生嘅事，阿直後嚟從未同任何人完整講過，佢淨係記得帳外面嘅風好大，燈芯燒到發黑，有人飲醉咗，將佢叫成另一個名。佢冇糾正亦冇反抗，因為許婆子話俾佢知，愈反抗傷得愈重，天就快光嗰陣，佢返到後營同帳嘅女人冇問，冇人講安慰嘅說話，亦冇人攬佢，唔係佢哋冷漠，而係每個人都知道嗰種痛，冇合適嘅語言，佢哋淨係將草石移開少少，俾阿直留返個位。阿直瞓低之後，擘大眼望住帳頂天光之後，佢起身煲水。軍營照常運作，冇任何人因為佢昨夜經歷過啲咩，准許佢少做一件事。真正摧毀一個人嘅，往往唔係某一個夜晚，而係第二日起身，成個世界都扮咩都冇發生過。一碗藥同一個阿媽嘅骨牙。陳七第一次真正同阿直講嘢係喺河邊嗰日，佢嚟攞水，見到阿直踎喺石級隔籬洗沾滿血濺嘅布條。河水冰冷，佢隻手凍到爆裂，腳上嘅鐵環已經磨損皮肉，傷口又紅又煮。陳七將自己嗰對舊手套遞過號，阿直冇接，淨係話水好凍。陳七一時間唔知點答。阿直又問：尋晚發酒嗰陣，點解你冇去後營？陳七塊面一下紅晒。我唔想去。阿直睇住佢幾秒，覺得我哋後租。陳七答得太快，唔係。阿直攏低頭繼續洗布條。你哋個個都話唔係，可日頭唔敢睇我哋，夜晚又將呢度當成上租，到底邊句真？陳七企喺原地，對手套仍然伸住，佢想解釋自己同其他人唔同，卻忽然覺得呢句話非常可笑。佢着住相同嘅軍服，食緊同一口軍糧，企喺同一座軍營入面，只要佢繼續留低，無論願唔願意，佢都喺度維持緊呢套秩序。過咗好耐，佢將手套放喺石級上面，
我阿媽叫我唔好做虧心事。阿直問：咁你做唔做到？陳七冇答，轉身行開，行到幾步之外，阿直忽然叫住佢：你叫咩名？陳七阿直輕聲重複咗一次。陳七佢冇話俾佢知自己個名，至少喺嗰個時候，佢仲唔願意將真正嘅名交俾軍營入面嘅任何人。對手套最後都係俾佢攞走咗。第二日，陳七喺傷兵帳見到佢戴住嗰對手套煲水，手套太大，指尖空咗一截。兩個人冇講嘢，淨係喺視線相遇嗰陣點咗一下頭。由嗰日開始，陳七會將自己分到嘅乾糧留起一小塊，親人唔覺意擺喺藥箱隔簾。阿直有時收，有時又將食物塞俾更虛弱嘅女人。佢哋好少單獨相處。軍營入面有太多對眼，一個士兵若果對營中女人表現出特別關心，輕則俾同伴嘲笑，重則俾人懷疑幫人走佬。女人若果俾人認定私下勾引士兵，都會受罰。但喺呢個個個都將佢哋當成功能嘅地方，陳七至少肯記住阿直識認藥，亦肯聽佢講老有可能仲生還。初春嗰陣，阿直發現自己有咗，許婆子睇咗一眼就明白發生咩事。阿直問會點，許婆子冇即刻答。軍營唔願意養來歷不明嘅細路。若果女人長期跟住某位高級軍官，細路或者可以留低。好似阿直呢種俾唔同差事隨時跳動嘅人，有咗謝會俾人當成失去勞動力。婆子拎嚟一碗藥，藥好黑，氣味苦澀。阿直淨係聞咗一下就認出其中幾味活血嘅藥材。佢擔頭問：飲咗會點？許婆子話：有人冇事，有人會大量出血睇命。阿直將手放喺肚上面，佢唔知道應唔應該將入面嗰個仲未成形嘅生命叫做細路。佢甚至唔知道細路嚟自邊一個夜晚。但當人哋替佢決定佢唔可以留低嗰陣，佢仍然感到一種近乎窒息嘅痛。佢話：我可以做多啲嘢。許婆子冷笑：你以為呢度淨係缺做嘢嘅人？識醫傷嘅人唔止你一個。阿直冇掂碗藥。許婆子面上嘅冷意慢慢褪去，佢坐埋阿直身邊，第一次唔用管事嘅語氣講嘢。我後生嗰陣都有過一個。阿直望住佢。許婆子話：嗰陣軍隊要轉移，我諗住偷偷生咗個細路出嚟，再搵戶人家託付後嚟。行到半路肚痛發動隊唔肯停，我喺一架輛車後面生咗佢出嚟。細路生還咗2日。許婆子嘅目光停喺帳餓，好耐冇塞我冇奶亦冇熱水。佢喊嗰陣個個都嫌嘈。第3日朝早佢就唔喊啦，隊繼續行。我將佢埋喺路邊，連一塊石仔都冇時間放。講到呢度，佢將碗藥推前少少。你可以憎我，但唔想你再行一次我走過嘅路。嗰夜阿直飲咗藥痛，由半夜開始，佢蜷縮喺草石上面，咬住一塊布，唔敢出聲同脹。有個叫秋娘嘅女人攬住佢，幫佢抹汗。秋娘32歲，老公原先係守城兵，戰亂之後冇晒消息。佢仲有一個6歲嘅仔，逃難路上走散咗。每晚臨瞓前，秋娘都會用手指喺草石上面畫一個細路，圓圓嘅頭，2隻手，2隻腳。佢怕自己有一日唔記得個仔個樣。天就快光嗰陣，阿直流出好多血。佢婆子過嚟睇，確控連佢仲生還，就叫人俾佢飲咗一碗稀粥。日出之後，傷兵營唔夠人，阿直仍然俾人叫去煲水。佢扶住牆企起身。秋娘想幫佢請1日假，管事淨係講咗一句，前面嘅傷兵都等唔切。阿直一步步行去傷兵帳，經過陳七身邊嗰陣，佢問佢做咩事。阿直話冇事。陳七想追問，許婆子喺後面瞥咗佢一眼。陳七冇再問，直到幾日之後，佢由別人口中聽到真相。
陸秋良嗰隻細鞋，阿直身體仲未完全好返，軍營就接到轉移命令，前面戰事有變，大軍需要沿河國高向西推進，營帳拆晒糧草裝車，傷兵重新分類。騎得馬嘅軍官先走從商，但有身份嘅人坐車，普通傷兵行得到就跟住，行唔到嘅暫時留低。後營女人同樣俾人點算，長期跟住將領嘅女人有車，會唱曲養靚嘅安排喺中軍，會煮飯洗衫照顧傷員嘅，跟住你重隊行路，年紀大有病或者行唔屈嘅人，冇人講明點樣處置。秋良由幾日前開始發燒，佢擔心俾人留低，一直死頂唔出聲。出發第一日，佢仲跟到第二日，腳底磨損，每行一步都喺草鞋入面留低血印。到咗第三日，天開始落冷雨，路變成泥濘，秋良終於跌低。阿直即刻去扶佢，押車軍利喺前面大嗌：隊唔准停！阿直話佢病咗，俾佢坐一陣糧車。軍利望咗一眼車上面嘅糧袋，一袋糧養得起幾十個兵。佢做到咩？阿直話佢會縫衫，亦都煮到飯。軍利面黑，而家連路都行唔屈得。阿直仍然唔肯放手。軍利抽出鞭，用力打落車板，再唔走，你都留低。秋良捉住阿直隻手，由懷入面攞出一隻好細嘅舊鞋，鞋已經磨穿，係佢個仔走散之前着過嘅。佢話：如果你有一日經過東邊嘅柳樹村，幫我問一個叫石頭嘅細佬。阿直嘅眼淚溝住雨水流落嚟，我孭你。秋良領頭，你孭唔密，再留低兩個人都冇。阿直仲想拉佢起身，佢婆子由後面趕到，一手將阿直扯開，壓低聲講：我當年都冇放低嗰個細路，最後都係保唔住。你今日若果唔走，秋良都唔會生還，你只會陪佢一齊死隊。開始由佢哋身邊經過，秋良坐喺泥地上面，手入面捏住嗰隻細鞋。佢冇再喊，亦冇再嗌，淨係同阿直講咗一句：唔好俾佢哋拎走你原本個名。阿直俾許婆子扯住行，佢不斷回頭，雨越來越大，秋良嘅身影逐漸俾糧車同士兵遮住。最後一次見到佢嗰陣，佢正用手指喺泥地上面畫一個細路。後嚟發生咩事，冇人知道。可能附近百姓發現咗佢，可能追兵經過嗰陣帶走咗佢，可能佢就喺嗰場雨入面肚咗眼。第二日點人數，軍利淨係喺家冊上面畫走一筆，冇名冇姓冇死。因秋良嘅一生就係咁樣俾一條墨線結束。七走佬呢件事之後，阿直開始認真計劃走佬。以前佢唔敢走，因為仲相信只要忍落去，總有一日可以俾人放出嚟。秋良俾人撇低之後，佢終於明白，軍營唔會因為佢聽話就還佢自由。後生嗰陣佢有用，病咗老咗或者行唔屈嗰陣，佢就會俾人掟喺路邊。嗰唔係生活，只係一場等住報廢嘅勞役。陳七由軍隊行進路線知道，3日後會經過一片林地，林地隔籬有一條灌溉溝，向南通往幾個村莊。巡邏嘅人唔多，係難得嘅機會。佢揾到一把舊重刀，收埋喺藥箱底。夜晚阿直幫傷兵換藥嗰陣，發現咗嗰把造刀。陳七細聲講：行到林地嗰陣，取水隊會離開大隊，我想辦法引開看守，你將鐵環做斷，由水溝度走。阿直望住佢：你幫我走會點？陳七冇答。阿直繼續問：你死咗，你阿媽點算？陳七急咗：咁你就一直留喺呢度。阿直邊住嗰把造刀，手指微微發抖。我會走，但唔可以用你全家人嘅命換。若果我唔幫你，我以後都唔敢返屋企見我阿媽。阿直望住呢個仲未夠20歲嘅後生仔，佢以為勇敢就係承擔所有後果，但阿直已經明白，有啲後果唔係你話願意承擔，就淨係落喺你一個人身上。
佢將窮都推返過河等，一個唔會連累李家嘅機會。陳七細聲問：咁嘅機會真係會有咩？阿直冇答，佢都唔知道。幾日後，隊入咗林地，阿直冇走。陳七喺隊嘅另一邊見到佢耷低頭，跟住取水隊經過，兩個人淨係遠遠對望咗一眼。嗰晚，陳七將重刀掟咗落河，佢以為自己失去咗唯一可以幫到阿直嘅機會，但真正嘅機會往往唔會喺所有人準備好嗰陣出現，佢會伴隨更大嘅危險突然嚟到，亦會要求每一個喺幾乎冇時間思考嘅瞬間，決定自己到底係一個點樣嘅人。八河灘，2個月之後，軍隊打咗一場大敗仗，前款俾人擊潰，糧道俾人截斷，傷兵一晚之間逼滿營地，主帥決定連夜撤退。命令傳到後營嗰陣，個個都喺度搶住裝車，軍械先走，糧食隨後。騎得馬嘅軍官同傳令兵優先撤離，普通傷兵要自己跟住，行唔屈嘅人淨係得到一句後隊會嚟接。後營女人亦俾人重新揀過，將領身邊嘅人帶走，仲後生做得嘢嘅編入輜重隊，病弱同行得慢嘅就趕去河邊等。所謂後隊，阿直本來列喺可以帶走嘅名單入面，因為傷兵營仲需要佢。但佢婆子突然病到企唔穩，管事睇咗一眼話，佢婆子留低阿直話，佢知道藥物同靈草嘅瓜木帶上佢有用。管事笑咗，一個行五筆嘅老太婆知道再多都冇用。阿直企喺嗰度冇不管事黑面，你若果想陪佢，就一齊留低。許婆子靠住攞杖，舉手打咗阿直一巴，呢巴唔重佢鬧。快啲去執藥箱，唔好喺度扮孝順。阿直望住佢，許婆子壓低聲：得，我成世人幫佢哋睇過門，亦幫佢哋揀過人，活到今日唔值得你攞條命嚟換。阿直話：你可以一齊走。許婆子擰頭，阿直仲想講咩？許婆子忽然將一串鎖匙塞入佢手，最細嗰把係後門鐵鎖，若果真係有機會，唔好再返嚟。阿直抹住鎖匙，佢婆子轉身坐返帳入面，唔再睇佢隊開拔嗰陣。阿直孭住藥箱，跟住女重隊行到好遠，佢仍然忍唔住回頭營地，已經開始燒帶唔走嘅物資。火光映紅半邊天，許婆子嘅帳篷喺煙塵入面，若隱若現撤退地。第日追兵逼近，主重車陷入泥地，隊愈來愈亂。軍官命令掟走部分糧食，又將10幾個行唔忽嘅傷兵留喺路邊。跟住隊嘅女人開始意識到，一旦車馬速度繼續下降，下一個俾人掟低嘅，好可能就係佢哋嗰晚。阿直聽到2個士兵喺帳外講嘢，一個問河邊嗰啲女人點算，另一個話上面淨係交代唔可以落到對面手上。至於點樣處理乾淨，4個字冇講明係殺趕走定係由得佢哋自生自滅。但軍營入面嘅人都明，呢種模糊嘅命令往往比講清楚更加危險。做嗰個可以用最慳力嘅方法，而落命令嗰個將來仲可以話自己從未要求殺人。阿直摸咗摸收喺袖入面嘅鎖匙，佢知道機會嚟咗。亦知道呢個可能係維維次下半夜，軍隊將包括阿直在內嘅20幾個女人趕到河灘，帶隊軍官話後面會有車嚟接，叫佢哋原地等。河邊風好大，一個好細個嘅女仔緊緊面住阿直嘅三角。女仔叫小桃，14歲，係逃荒途中俾牙人賣入軍營嘅。佢入營時間唔長，每晚都話家姐仲喺屋企等佢。阿直見到幾個士兵喺遠處掘坑，唔係斬營。嗰塊地離河太近，亦冇搭帳篷嘅準備。一個女人開始喊，話車根本唔會嚟。另一個想跑返去，行咗幾步就俾守兵推低。軍官命令佢哋全部行近河岸，唔准傾偈。
阿直見到陳七都喺守兵入面，兩個人四目交投。陳七面色好難，佢明顯都係啱啱先知呢次任務真正要做咩。軍官叫士兵將女人分成幾排，有人跪低求寡，話自己咩軍情都唔知。軍官冇理，只係催士兵快啲，追兵隨時會到。陳七企喺度冇屈，軍官鬧，仲企喺度做咩？陳七話佢哋淨係煮飯洗衫嘅人，唔知軍機。軍官行到佢面前，你教我做事。陳七耷低頭，唔敢就執行命令。陳七慢住刀柄，卻冇拔刀。軍官舉手就間咗佢一巴。你係咪同呢度邊個女人有私情？周圍士兵全部望住陳七，只要佢承認識阿直，兩個人就會即刻失去最後嘅機會。陳七話冇。軍官又問，咁你心軟咩？陳七擔起頭，我阿媽都係女人。呢句話啱講完，軍官又一巴。軍營入面人人都有阿媽，但只要着住軍服，好多人就扮眼前嘅女人冇父母冇細路。陳七呢句話唔係講道理，而係將所有人努力忘記嘅事重新講出嚟。軍官命令兩個士兵驚住佢。阿直突然開口，我知軍糧收埋喺邊。所有人望住佢。阿直話撤營嗰陣有一批藥材同銀料冇帶走，佢婆子將木交咗俾我，若果你哋殺咗我，就永遠揾唔到。軍官皺眉，佢當然懷疑阿直講大話，但喺敗退途中，糧食同銀料比廿幾個女人嘅命更加重要。喺邊？阿直指向上游，離呢度唔夠兩里，有一口枯井，啲嘢收埋喺井邊石屋入面。軍官叫兩個士兵押阿直帶路。陳七突然話，我認得藥箱同軍中印記，若果佢講大話，我睇得出。軍官望住佢，你頭先唔係心軟，就係因為我認識佢，更知佢會呃人。軍官最後都同意咗。陳七壓住阿直向上游行，另外有一個老兵跟住行咗一段距離，河灘俾流過同土坡等住。阿直細聲話，根本冇銀料。陳七話，我知，咁你仲嚟唔嚟？你哋都會死。後面嘅老兵聽到兩個人講嘢，喝令佢哋收聲。陳七故意指向前面一間爛屋，就喺嗰邊。老兵行到前面睇，陳七突然踏上去攬住佢條腰，兩個人一齊碌落泥地。阿直愣咗一下，陳七大嗌走。阿直冇即刻走，佢又就入面攞出許婆子留低嘅鎖匙同收埋好耐嘅小鐵片，轉身衝向河灘。陳七喺後面嗌，你返去做咩？阿直嘅聲消失喺路過入面。小桃仲喺嗰度，佢完全可以自己走，但佢比任何人都明白，俾人留低嘅人會經歷啲咩。若果佢淨係顧自己，呢場逃亡就算成功，都會令佢往後每一個夜晚都返到嗰片河灘。阿直繞到女人後方，佢婆子嘅鎖匙原本用嚟打開後營嘅門鎖，都可以打開部分壓解鐵鏈。阿直摸到小桃身邊，迅速解開佢同另外幾個人嘅鎖扣。小桃成身震晒。阿直喺佢耳邊話，等我嗌跑，就向羅亞最密嘅地方走，唔好回頭。女人開始悄悄傳消息。呢個時候，遠處突然傳嚟槍聲，追兵比預想中嚟得更快。軍官回頭望，守兵隊形出現混亂。阿直執起一塊石掟向格念金馬嘅木銬，受驚嘅馬猛咁掹脱，衝入人群。佢大嗌一聲跑，廿幾個女人向唔同方向散開，有人跳入盧亞，有人衝向上游，亦有人嚇到企喺原地。守兵一時唔知追邊個好。軍官拔刀怒吼，命令先捉住阿直小桃，跑咗幾步，腳下一滑，跌入淺水。阿直轉身去拉佢，軍官已經追到身後。就喺刀舉起嘅嗰一刻，陳七由土坡後面衝出嚟，重重撞向軍官，兩個人一齊跌入水入面。陳七回頭望住阿直走，阿直捉住小桃。
咁你呢？陳七冇答，淨係拼命光住軍官。其他士兵正趕緊過嚟，佢根本冇可能全身而退。阿直企喺水入面，好似第一次離開魯樂嗰陣咁。突然唔知應該向前定回頭，陳七又嗌多一次：阿直走！呢次係佢第一次叫出佢真正嘅名，唔係軍冊上面嘅阿芝，係老劉曾經叫過，未婚夫曾經叫過，亦差啲俾軍營鐵底奪走嘅阿直。佢嘅眼淚一下湧出嚟，但佢冇再停，佢孭起小桃種入蘆瓜深處，後面傳嚟嗌聲、馬嘶同槍聲。佢冇回頭，因為佢知道一旦回頭，陳七用命替佢爭取嘅時間就會全部浪費。好多年之後，佢哋沿住水溝行咗成晚，凍水浸過膝頭，血早已經唔知流到邊度天。就快光嗰陣，小桃開始發燒，行唔屈啦。阿直將佢孭上背，繼續向南行。行到中午，兩個人匿入一間廢棄嘅羊欄。小桃挨住長嘴入面一路叫家姐，阿直幫佢把脈，知道佢受咗風寒，又喺凍水入面浸得太耐。佢哋冇藥，淨係得由軍營帶出嚟嘅少少乾糧。小桃病咗3日，阿直日頭揾草藥，夜晚攬住佢取暖。第4日朝早，小桃終於退燒，佢醒嚟第一句就係肚餓。阿直笑咗。嗰係佢離開軍營之後第一次真係笑出嚟。兩個人沿住鄉間小路繼續向南行，佢哋唔敢入大城市，亦唔敢向官府求助。冇路引嘅女人好容易俾人當成徒勞流民或者來歷不明嘅人。阿直幫沿途村民睇一啲簡單嘅病，換取食物同住處。佢幫細路退燒，幫老人包緊傷口，亦都幫產婦接生。有人問佢哋係咩關係，阿直話：小桃係我個妹。1年之後，佢哋喺一座遠離戰區嘅小鎮落腳。鎮上缺少識藥嘅人，尤其係幫女人睇病同接生嘅人。阿直租咗半間舊屋，喺門口掛起幾束艾草。佢冇重新開一間好似老後嗰種藥鋪，淨係擺咗一張台，放住常用藥材同幾個藥罐。佢一直揾唔到老後，亦揾唔到原本嘅未婚夫。有人由佢家鄉方向嚟話，嗰座小鎮喺戰亂入面燒咗大半，藥鋪早已經唔喺度。至於老朽嘅下落，冇人知道。阿直聽完之後，一個人坐咗成晚。第2日朝早，佢將老後俾佢嗰個銅錢穿上一條紅繩，掛喺藥櫃入面。嗰係佢由舊人生入面帶出嚟嘅遺樣嘢。小桃後嚟大個女啦，17歲嗰年，鎮上一戶人家想幫個仔提親，小桃冇即刻應承，而係先問阿直自己可唔可以唔嫁。阿直話當然可以。小桃又問，若果嫁咗，以後過得唔好，可唔可以翻嚟？阿直答：呢度嘅門永遠唔會鎖你。講完，佢忽然諗起離家嗰日，陳七嘅阿媽或者都曾經對個仔講過類似嘅話。小桃最後都係嫁咗度，對方係一個普通木匠，唔富貴，但願意俾佢繼續跟阿直學藥。成婚嗰日，阿直幫佢梳頭，小桃喺鏡入面望住佢，忽然問咗一句：點解你從來唔嫁？阿直隻手停咗一下，佢唔係覺得自己唔配，亦唔係仲等緊陳七，佢只係唔願意再將自己嘅人生完全交俾一個陌生人嘅承諾。佢可以信任別人，卻必須保留離開嘅能力。阿直話：我後生嗰陣身邊有好多人，但冇一個地方真正屬於我。而家呢間屋雖然細，門點樣開幾時關，由我自己決定。小桃搣住佢隻手，咁就夠啦。好多年之後，阿直已經50幾歲，佢嘅頭髮開始變白，右腳腳踭仍然留低一圈鐵環磨出嘅疤，每到落雨天嗰度就隱隱作痛。有一次，一個說書人經過小鎮，喺茶館講西北平叛，佢話某位將軍點樣運籌帷幄，某支軍隊點樣一夜奔襲，
最後修復城池，立下不世之功。聽眾紛紛拍手叫好，小桃嘅細路都喺入面聽到好興奮。返到屋企之後，細路問阿直：戰場上嘅英雄係咪真係唔驚死？阿直諗咗好耐，佢話驚死嘅人好多，真正難嘅係一個人自己驚嗰陣，仍然冇將更弱嘅人推出去幫佢頂住。細路冇完全聽明，阿直就同佢講咗一個叫陳七嘅新兵。佢冇話陳七愛過佢，亦冇話佢哋之間有咩驚天動地嘅感情。佢淨係話喺一座個個都認為女人可以犧牲嘅軍營入面，有一個後生士兵最後冇執行命令。細路問佢後嚟點樣，阿直擰頭唔知道。我打聽過好多年，有人話嗰支敗軍後嚟重新整編，失蹤士兵當逃兵處置。亦有人話河灘混亂嗰陣死咗好多人，屍體冇完整登記，陳七嘅名可能寫喺陣亡冊入面，亦都可能當做逃兵由軍冊上面劃走。阿直始終冇答案，但佢記得陳七最後嗌出嚟嗰聲阿直，嗰唔係簡單叫佢走佬，而係將佢俾人奪走嘅名重新還俾佢。寫在最後歷史入面嘅刑記，究竟由幾時開始，並冇一個可以完全確定嘅答案。後世成日將佢追溯到漢武帝，話朝廷為咗防止長期出征嘅士兵發生心亂，專門將罪犯家屬同戰俘女子送入軍中。但呢個講法主要嚟自較後期嘅筆記同傳聞，唔可以當成毫無爭議嘅正式結論。唐宋文獻入面嘅刑記，亦成日只能屬於軍府或者地方樂營嘅女樂，佢哋需要學習歌舞，喺宴飲慶功嘅罷儀供官員差遣，唔代表每個人都生活喺行軍形象入面，更加唔可以將歷代所有刑記都描寫成完全相同嘅處境。但係名稱同制度上嘅差異遮掩唔到一個更穩定嘅事實，只要戰爭持續，就會產生枯泥難民、失去家人嘅女人同被販賣嘅人口。軍隊需要大量後勤勞力，亦有人想利用士兵嘅恐厲同慾望穩定軍心。於是由官府管理嘅女樂，到軍官私藏嘅婦人，再到俾牙人呃走、俾亂兵監走嘅普通女人，唔同身份嘅人都可能俾人送入軍營。周圍嘅禁削體係朝廷未必會公開寫低一道命令，要求捉幾多民女。佢甚至可以明文禁止士兵騷擾百姓，但當地方失去秩序，軍官默許管事從中獲利。牙人負責揾女人守門士兵幫佢哋看守嗰陣，一套冇正式名嘅制度仍然可以運作。每個人都話自己淨係做咗少少，軍官話係為咗軍心，管事話只係執行命令，士兵話自己隨時會死。需要少少安慰人口販子話不過係做生意，最後所有人嘅理由都壓喺最冇能力反抗嘅人身上。呢個先係古代軍營黑幕真正可怕嘅地方。佢唔需要個個都係天生嘅惡人，佢只需要大多數人喺得到少少方便嗰陣，唔再追問代價由邊個承擔。陳七唔係由一開始就勇敢，佢都曾經沉默，曾經眼白白睇住阿直俾人帶走而冇阻止，曾經知道秋涼俾人留低，卻只能跟住隊繼續行。佢最後企出嚟，唔係因為佢從未軟弱，而係因為佢終於明白，再沉默一次，自己就會徹底變成嗰套規則嘅一部分。許婆子都唔係純粹嘅好人，佢管理後營，幫軍官揀過女人，亦用威難逼阿直服從，但佢本身同樣係俾制度困住嘅人。去到最後，佢冇幫自己開門，而係將鎖匙交咗俾阿直。一個人受過傷，並唔自動擁有傷害別人嘅權利，但一個曾經做錯事嘅人，亦都可以喺某一刻停手。呢個正係人性複雜嘅地方。
我哋唔需要將所有人分成絕對嘅英雄同惡人，真正應該警惕嘅係嗰套令人逐漸習慣傷害嘅環境。第一次見到唔公平，你可能會唔安樂；第二次，你話自己無能為力；後嚟你開始覺得事情本來就係咁。等有一日傷害落到自己身上，先發現嗰道門早就俾所有人嘅沉默閂死晒。今晚呢個故事唔係為咗話俾你知，任何組織都唔值得進去。人唔可能完全脫離家庭、工作同社會獨自生活。我哋會依靠別人，亦會俾別人依靠。真正重要嘅係唔好俾任何一段關係奪走你全部嘅退路。阿直最後可以生還，唔單止因為陳七幫佢拖住追兵，佢識認藥，有一門可以換取食物嘅手藝，佢記得自己個名。更重要嘅係，佢逃出軍營之後，冇因為自己受過傷，就認為餘生只配匿埋佢，重新打開一扇門，救助產婦面落大小肚，亦令另一個女仔知道，婚姻唔係冇出口嘅刑章。呢個就係佢對嗰座軍營最有力嘅反抗，唔係殺死每一個仇人，唔係令所有傷害佢嘅人付出代價，而係嗰啲人想將佢變成一件冇靈魂嘅工具。佢最後仍然活成一個能夠選擇、能夠照顧別人，亦都能夠守住自己嘅人。院里記住秋良最後面住嗰隻細孩，記住許婆子交出嘅鎖匙，亦記住陳七最後嗌出嘅名。一個人嘅尊嚴有時就收埋喺呢啲好細嘅嘢入面。佢可能係一枚唔捨得交出嘅銅錢，係一對冇附帶條件嘅手套，亦都可能只係有人喺全世界都將你當成工具嗰陣，仍然叫啱咗你個名。風會吹散形象，時代亦會埋沒好多人嘅聲，但只要仲有人願意記住，嗰啲俾人當成工具嘅人，就唔算完全由歷史入面消失。我是月下說書人，多謝你今晚聽到最後，願你今晚放低皮人，守住自己，安然入夢。